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阿明哥刘浩明。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啊，在去年几年的哦，全台湾省一共发生了22000件的火警，但是呢，地备落下的火灾是占最大部分。可是睇让那些预防落下火灾，係一個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係美濃消防隊的鄭漢來到嚟現場，而家我同人哋講，我讓我去預防落下的火災，我哋馬上歡迎鄭漢。主持人好，各位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美濃消防隊隊員王鄭漢。我想問一下鄭漢吼，因為其實人家消防隊啊事情係幾多人都想要去考啦吼，但是唔當初攞去考消防隊啊件事情咯。其實之前就想要考一個公家的單位啦，就可以天數錄卡，本錄卡你唔是壓力安排，對天數多錄卡，就去考警專，讀消防的消防考，出來以後就做消防隊人安尼。咁你消防課畢業以後，你馬上派駐到美濃啊？還是講為喺別的地方服務過？我睇個單位就係喺高雄的六龜裡做消防隊，再調個人員，再過來錄卡，這個錄卡，安尼美濃也個消防隊。嗰時其實行來行去嘛，睇高雄市高雄人，然後以前嘅 Q 嘅高雄人，吼連人嘅片嘛，吼。嗰時最尾都過到人家故鄉美濃，方面都可以天數錄卡，照顧錄卡啦。但唔知個後來開始去做消防隊嘅時間，同當初去考消防隊嘅時間，有想到講人家工作同以前想冇同樣喎。真係應該太冇同樣啊！你睇天師加天人當我可以嚟講到9年，我講過厲害，過厲害。勇敢樣嘅吼。係啊，實際一下睇做嘅能力，幾多也冇，幾多事情會無限。有會叫嘅叫喵嘅，有會叫人，有下打火，一條事情幾多。因為救護佔幾大嘅量，係呢啲題目。可是從人一般來講嘅話，從頭來講，其實吼，觀眾朋友頭都講叫嘅啦，叫喵啦，其實應該唔係消防隊嘅任務啦。但是我哋鐵習慣吼，如看到嘅叫嘅啦、喵啦嗰啲東西，我哋過習慣好打電話問消防隊，但是其實也應該過清楚嘅，也應該係農政署嘅問題，農業課嘅問題，其實唔係消防隊嘅問題，但是而家我哋消防隊還是可以從會接到安尼嘅案嘅。咁從你來講嘅話，你一年差唔多我接幾多案呢？一年咯，以美濃來講，差唔多有10件。一年20件？有10件，差唔多有7-8件攏係救護。一件差唔多就火警、火災，可能再1-2件就可能鳥殺工，又還有那救嘅，可能有一條。嗰時而家變成個政府嘅案件，對救護案件對你嚟講其實3個檔，個其他路睇到打火啦，或者救護嘅工作，其他路嘅度插絲啦，其實唔係人哋插絲啦，但總單嚟講法，我哋想講一上班8點鐘，對人嚟講，咁有可能？冇可能，我哋係上24點鐘嘅啊。怎麼上24點鐘？這個你咪輪班哈？對我哋消防隊，我全嘅消防隊來講。一年上班都係從早上8點到隔天的8點，24點鐘。24點鐘都會喺消防隊地方待命，不會即係災害來臨的時間，都唔會有乜嘅間斷。可是跟人嚟發等於講，上一班係人家上3日班咧。係啊。跟人移民8點到聽日8點，我補休1日冇。就。上下班就休息24點鐘，再休息24點鐘，然後馬上算星期班。但是你冇算補假，冇算支假呢？你正常嘅班路係正常嘅班就係你哦。但是等於講，譬如講24點鐘休息24點鐘，一般人算2日，但是你變成一般人嘅3日班。係啊，上3日班咯。但是24點鐘嘅一種出勤嘅話，對精神來講，都後來會有精神嚇。其實我這個要請時間休息，就算有睡冇好嘅，不過一談到火警嘅上，還有救護嘅上，所以隨時出勤，睡其實都睡唔好。
係因為我哋碌下附近好多做過一個消防隊，嗰時候其實我哋個清楚講，尤其係過年過節嘅時節，唔係救護啦吼，一路大火啦，因為做嘛有大火發，都有嗰種消防車啊，好多出去啦，啊，台灣就救護啦。有時間24點鐘我即個用躺的，我就躺到400-500，咁人都可能有嗰種空閒可以做這件事情咯。但係講佢貼喺啲政府案件，因為講10件嘛，10件有6-7件係救護件嘅話，其實許多嘅送去醫院嘅過來，其實嘛1點多鐘啊，係啊，按算好嚟700件都7點2鐘嘅，然後大火伊叫唔可能講伊起馬上都係嘅事情啦，然後救咩嘅，嗰時候其實等24點鐘可能有時間你啲時間都睇無限，係有可能咯。每個時間，某個時間又愛出去，其實都冇一天。有時間睡1-2點天睡冇嘅時間，又不能想象。雖然有時間唔係自家出去，啊唔過會影響到旁邊睡冇嘅人。啊明年你天你聊年嘅時間就睇父母咪，大家都安尼，冇落睡唔好，精神狀況會講唔好啦。嗰個等於天氣雖然講係廿個假日，但是他本年都在睡夢啦。係啊，先睡飽再講哦。咁中南人做咗差唔多有多年呀？做咗14年咧。14年啊，14年算行來嘛冇簡單咧，好似14年安尼跳來跳去，尤其係連年嘅時間應該歸到我哋講工業被負責吧？工業區幾個歸到工廠啊？係啊。啊，工廠我該注意哦。係，一般來講嘅話，從人來講，人因為講負責，因為負責人。會最擔心嘛？其實最擔心咧，就係唔知乜嘅狀況咧，我哋最擔心。像工廠，伊要是有空危險嘅危險物品，對我哋嚟講，佢嘅不確定性，啊，佢種就過危險。乜嘅時間會包圍唔知，都唔知。啊，我哋就會過注意，而且伊啊，工廠有安排法，火又過大，啊，火災量。對溫度佢就相對嘛會高幾多，啊，我哋會打，會注意，唔好俾伊因為燒因為引發，佢係我哋會注意嘅，因為就而且工廠幾多都鐵皮，鐵皮最驚溫度高嘅時間會變下咯，係會變下咯，係佢對我哋咧會唔差，係會做唔差，所以我哋都會注意啊。嗰時創安嘅事情啦，吼 ，TV 頭當我哋想講，其實工廠地方幾多係鐵皮屋，然後地方表面嘅人唔知。好啊，有時問工廠嘅做人，地方表面嘅工廠嘅做人都簽唔到，但是火嘅建設，唔知咁唔可能滿到人人入去啊。但有乜嘅專業嘅器材可以先提供，體溫度都冇講地方有乜嘅東西嘛？反正其實有，我看也少嘅，其實也應該就會看經驗嘅。啊，我哋愛你愛工還會數，都會有學長也會帶我哋，啊會用儀器有個項熱現象儀，佢會看下溫度幾條。啊，最重要會先問看下地方有人，地方有人冇？啊冇人嘅話，我哋會比較傾向用防守的嘅策略。冇俾火災鏟出去啦。冇再俾伊影響影響。主要看有人出手嘛，啊冇人提地方，我哋就會相對個安全啦。佢從人其他來講嘅話，譬如講有六櫃嚇，有服務過，然後連人，因為像六櫃嘅話，其實冇乜睇工廠，大部分都係陸下嘅起貨啦嚇。咁其他米農咯，米農大部分起貨嘅一種內容係樣嘅。其實米農嘅附近都差唔多，就係陸下燒東西，啊燒嘅木嘅，我哋依度現場我看到木嘅都燒槍嘅，走嘅，啊燒槍就問，結果喺煲湯喺做東西嘅時候記唔得，一隻天巴接嚟就出去行了，行下嚟，後來攞燒安尼啊，就嗰度鹽嘅，你就報案，安尼一看，規個木嘅都燒爛嘅，都燒起嚟，其實都變成講唔知個服務嘅地方嘅特性。好，你這個面對嘅火災都冇共樣啦，哈。但我哋舉嚟講到我哋講救護嘅問題，因為我哋就是一陣嘅，好，我哋嘅武漢肺炎嘅事情過於嚴重。但是一般來講，我看到有乜嘅事情咧，話嗰種，譬如講，譬如你這個我去醫院咧，好，佢哋另外一件事情咧，嗰種睇到卡，好，譬如講啱不亞時節，佢就錯一個厲害，冇你乜個冇爽快，我哋天都打119嘛。
嗰時因哋攞以前為救護，咁因為健康嘅人無歡喜啊，一件事情其實係一件幾嚴重嘅事情。啊，對人來講嘅話，唔能有乜嘅標準講，用嘅人唔作用嘅丈夫，用嘅人就都判斷講，可能有安尼危險嘅事情，唔按用嘅應對啊。像疫情幾危險，你武漢肺炎，我哋接到電話。勤務中心接到電話，就會先問看啦，你係乜嘅問題？啊，你有發燒咩？有痛咩？啊，啲有發燒嘅就會先問看啦，伊係咪有出嘅？有依賴嘅了啊？啊，無就再問看啦，你係咪有接觸講太流來嘅人？一條問起來有嘅話，我哋真係需要救護車，我哋就會做全套嘅防護衣、衣到現場，跟自家保護好全身嘅防護衣。啊，要是一般嘅救護，我哋基本上除了嘅，還有個口罩都會戴暖，也係基本嘅。啊，遇到講危險嘅，佢哋就會做全身嘅。嗰時當初人哋讀消防課時間，人某一份嘛嘅救護冇喺度打火，人兩個都愛做。係兩個都愛做，冇分咯。嗰時變成講我哋出勤嘅時間，因為遇到打火嘅事情，火災嘅事情我都出勤，但是救護嘅事情唔係停頓去做嘅。一樣嘅哦。嗰時變成兩部分嘅專業人都好。冇幾多嘅哦。咁變成講，而家也唔武漢肺炎一件事情，嚴重嘅情形點啊？但對地部嘅嗰種人哋講器材，人哋講頭講嘅保護自家器材，有哪擺嘛？有，就對我哋相對醫護人員嚟講，其實都哪擺嘅。到政府嘛都會拿發給我哋，一定會自家顧好嘅，我哋能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嚟。係因為人業務量啊，佢太有時間，你都冇辦法講啊。其實我們先插那個健保卡哈，第他讓他知不知道有武漢病史，於是冇安尼記啲嘛。好，你變成可能當從迄個時間，佢當然已經分泌冇嗰種往下提嘅，但是以前用嘅方式分泌下嘢都唔啲。但是你變成講，等自家保護自家一件事情都先要做改好。一種標準係以前都有教過，還是講一擺針對武漢肺炎，那又開始特別加強啦。平常我哋就有訓練講，每一個救護我哋都有一定嘅標準作業流程，一定會自家保護好。就我哋講嘅有愛用數量嘅，還有口罩，基本嘅我哋都會做好來。對於武漢肺炎嘅一個部分，咱會另外加強在訓練家己做規身嘅防護衣。平常嘅訓練我哋都有安排啲做。嗰時作為啲消防員真係冇簡單，又要打火，又要救護，休息一下喎。等下我等我教唔用啊，去預防路卡火災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曾煥同人講，伊做消防員嘅成績。我想請問一下曾煥同佢有同我講，其實近家係同最多嘅係睇路卡火災。好，但頭其實多少少嘛講，其實美濃嘅火災嘛喺路卡火災嗰度啦。好，如我哋阿公阿婆啦，無如冇講阿公阿婆，其實嗰度影響伊嘛係啦，因為即煮麵啦，煮嗰啲打天花、打手機啦，吼，打個高天咯、高爐嘅。火災係都唔啲嘅嗬，咁從安尼嘅我哋講路卡火災地步呀，暫唔定呢一種火災類型係咪暫喺軌道上嘅？軌道上，係。咁從一般來講嘅話，我哋愛用嘅去防止路卡火災咯，因為其實有時都會你話看電視看到呆嘅啦。係其實最重要嘅就係頭先講到煮東西嘅時間要記得。唔會照會介火嘅關係，真係公司菜唔啲煲湯冇可能就會關係，佢冇可能嘅，所以我哋會建議講要裝一個計時嘅機器，就講你呢啲落去啲買減速嘅嗰種鹹酥雞，就因為講雞排會一度分鐘，嗰種嘅計時器，我哋就會建議裝一個東西提醒講某個時間會關火嘅哦。冇有時間只能打電話打一個就記唔得咧。但是人家意思是講，我愛煮湯煲湯嘅時候都開始裝，還是講我愛煮嘅時候都開始驗咯？其實就我哋
唔贴普通的时间就可以先念的，系冇临时天发来你就赶紧就照係啦，咁問題我念的時間嘅東西不用難了，不用去睇我做下，還是不用去睇我客廳咯。就可能你做下嘅，就啲當個抽用業績嘅，係 set 呢個時間啦呢，你就至少多時間以為見行啦，啊你會發現到講，有乜個東西在想，好像我記至少我記得講，我有人在補充，無論在做乜都好，按你意思差不多啦。就變成講明白在補充嘅時間，如果先念一下我的量啊，譬如講10分鐘、20分鐘，佢嗰種講話真是冇收錢，我是加別天發，記唔得過來。如果想啊，你如提講，用我們在補充哦，我覺也係買一個方法，可是有時間我哋會鐵定是，譬如講可能譬如講15分鐘。唔嫌多，但是有找辣的咁樣咯。像我哋一下有啲嘅推一個東西，像附近嘅警報器，嘅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一個警報器唔裝喺樓下個危險嘅地方，有啲做下嘅廚房啊、房間還有客廳，裝一粒，而要是有附近發生嘅事情，如果有煙啊溫度過高，而就會經常上到唔來看，還貼上，就提醒係咪有事情發生呢？真係有事情發生，你就可以提個時間去應變，伊看到乜嘅事情，真係有附近，就會開始做唔應該要做嘅事情，講啦，要開始向個台上跟樓下嘅人都通知，講有附近嘅啊，附小屋嘅開始照，第二個第一點就會先跟全部人向想還容易開始照，也係我哋最重要嘅一個部分。因為我有睇一般嘅我哋講消防嘅嗰種行通地方，因為我哋叫咩消防隊啊，好，日本消防隊實在是過精神啦，因為佢哋常常會出來講，我哋要宣導啊，有時喺睇過年前啊，好瓜子啦，或者其他太建議嘅事，佢哋會帶隊出來，好，我哋都宣導。我咪有看到有啲東西，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但是我常常想，有啲東西係我講啦，唔是先發的下，還是講我哋愛省搶咯？也係我哋政府有補助上個對象，上個對象第一個就一個人係咧老人家，一個人係老人家，第二個就係身體有身心障礙嘅，也係第二部分。第三個部分就係講低收入戶，也三個族群係我哋政府有補助嘅對象，也三個部分我哋就會以民政科、民政局，因為本來嘅名冊，我哋就會以滿意講有需要嘛，有需要我哋就會介意裝好安尼。好，嗰時像也種什麼人嚟吧？唔等你會主統一滿意的，種樣東西嘛，種嘅話，反正日本的嘛，還有政府補助嘛，係免費的嘛，你的愛發都提裝。剛剛一般的人咯，一般的人啊，就愛應該講，像一種東西，什麼問題咧？有政府嘅保障嘛，譬如講有乜個伊係咪有政府規定，無論講政府驗證過嘅東西，安尼我哋能算安心去買。基本上幾多地方都買到，有太賣場，還有銀行，攞一門看啦，冇就臨時咧，即個臨時咧上公司、汽車公司，最重要嘅佢個警報器，伊當個都會有一個鐳射標籤，佢個鐳射標籤就政府你認可嘅，佢種嘅人係真。你可以預防一部分，好，你變成講，也係東西係政府去驗證過，也係真係係有效嘅。咁都等於講，我有一位鐳射保障，嚇，廿年發乜個牌都可以出嘅。係，乜個？咁年發20天嘛？14天呢？14天呢？唔是看線呢，也就是一般的天池。14天池誒。好，嗰時都表嘅可能，即講因為講可能會有。起火人嘅地方，譬如講我哋咧做下啦，嚇，無論講我哋其他地方，但是天然問題講，而家種嘅果啊，像我哋都會種嘅天花板，係都會種，因為人送伊到到壁，至少會下落咪，所以我哋種攏會種喺當個，種唔係種喺下邊啊，種喺下邊無效，係一定會種喺當個，幾多地方，冇種喺各項，因為可以想講人咱嘅送上來，到到壁喺
抛物线的下来，个风也个地方无效的，系会测唔到，所以爱个风嘅地方去做唔得咧。按你去做，按你都会去看那些最危险，最危险的地方，按你就会介意做，一定。咁譬如讲吼，我今年我做下边我喺那个瓦斯炉嘛吼，我不用正上面还是讲不用个黑玻璃先哦，不可能不用正上面的话，移民一路嘅影响。按你其实伫厨房咧，按你会种另外一种，你用向进步器，应该伊啊动作的原理係侦測溫度哦，一般咧廚房以外嘅都係偵測嘅係鹽，所以偵測溫度嘅喺廚房鹽櫃台冇會有影響，對溫度之內附近溫度過高，影響會小。哦，嗰時變成有兩種，一種係偵測鹽嘅，一種係偵測溫度嘅。好，嗰時可是我唔知呢，怎麼溫度過高，鹽櫃台冇重要嚇？嘛quite重要啦。嗰時你變成講伊喺偵測溫度個重要，唔係講哦，我知啦，因為可能做下有時火焰櫃台，但是其實冇危險啦。但是等於講也俾個溫度過多年時間，佢都咁危險嘅事情。好，其實講我哋一般有講我哋ลูกค้า可以去買按嘅一種偵測器，咁呢兩種偵測器以外面都看得出來，也俾個我哋講。也為外面的包裝都提供用喺偵測溫度嘅，用喺偵測也為鹽嘅都看得出來。看得出來，因為寫過清楚。嘛個警報器來種嘅，你就會種喺適合伊嘅地方。因為頭都唔好講個，其實聽我哋咧做下地步，有可能會鹽櫃台都算啦，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有時炒菜炒嘅就佢睇火焰，但是其實冇按危險，但是溫度一過時就會危險啦嚇。而且我哋有時候看到講，譬如講有啲會或者咧媽媽啦啲炒菜嘅時間，油標下去，結果你接天花，結果都出火嘅。佢幾時就按樣嘅處理咯？我哋可以拍水下，做唔得啊！拍水幾危險喎！水油個強嘛嚇，佢幾時按樣嘅處理啊？像我哋啲油跟水也唔會用空卡嘛，所以唔用水解滅，唔會跟火跟油佢會照香啦，會照出來啊，因小因大，所以我哋最簡單的一件事就係唔好緊張，拿木嘅蓋嘅，順木嘅旁邊安尼蓋上去以後火。跟溫度嗰條都會本扣嘅地步嘅，幾時就再跟嘅開關開關起來，等2-3分鐘，然後溫度就會降下來，幾時就冇乜危險嘅。按你嘅做法係睇落地也會原理啦，嚇，你譬如講。把這個地步用去燒起以後一路磨，但是個步驟嘅部分係有一些問題。你講第一，做乜我人對也會嗰種鑊嘅夾別按你檢下，唔可以按你檢下，做乜咯？冇按你講危險。有機會嘅話，啲嗰度網絡都看得到嘅影片，按你順。鍋嘅旁邊，按你蓋上去是最安全嘅。好，按你用，可能有個壓力，可能會跟地波嘅東西用分出來。按那個啲，啲火可能會對兩邊健康嚟啦。但是你對一邊嘅話，其實火用我哋對一邊行，唔會受到這個事。好，咁而係個天意嘅問題。天意問題你講，唔同你講係先檢嘅，讓你管壓時，做乜可能唔係先管壓時哈？沒有，因為火鐵聰明，你。接近於關係幾危險嘅一個事情，因為先幹火嗰條嘅強論咧，你再去關一個動作，安尼最安全。因為這麼好的相信，大部分應該講出火嘅，鐵的先關壓時，但是可能嗰時嘅溫度還過高，會出傷哦。好，嗰時但是你嗰時嘅冇火，還是有壓時嘅話，其實用嘅都冇咁危險。好，嗰時其實咱哋講一下，吼，咱發現講，冇錯，我哋可能太有個地方，我哋咧做條起火時間，吼，我用我哋呢個我哋講鍋蓋啊，可以去檢控落，但是檢嘅方向，鐵那停到，你慢慢地檢，對上面你檢下，因為檢下去嘅話，你嘅火可能會減上來，係會受到這個數，天意係先檢嘅火模嘅，然後去管壓時，係安尼冇。因為我頭都想過，中華咪先管壓時咯，係冇錯，其實嗰時嘅。
火可能过胎，好火能过胎。可是你看你这个工业嘅铺车时间，某某上我哋可能听我哋轨道嘅样片地方我哋都有看到吼，看样咯。但是呀，过远的地方，过西部的地方，你这个冇介绍的方法，真是蛮唔地讲，应该要先，你所提的讲啊，先关闭火源，好，结果其实嗰时间，你数根本存唔定可以。但是其实我讲一件事情啦，嗰时间啦吼，可能连某个歌都寻唔到，因为你都见黑嘛，好，连某个歌都寻唔到，但是你变成讲，提的什么题清下来啦，唱唔定提面容嘅话。我哋讲，我哋做条起火嘅事情咪几多冇？比较一类，係是幾多啦？路卡喺附近嚟講，就一個國家啊，天呢就用火，用天呢安全。用天的安全哈，不是其實而家大部分都用火，哈，用天。但是用天嘅東西，我哋下一條嚟講，我哋一部分怎麼講？用嚟去預防用火嘅事情。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哦。我過來復起來，上那節目我哋來賓正向同人講用火一樣個小心一些，也一趟我哋講用天一樣個小心一些。像見個天線走火嘅火災應該冇冇少吧？唔會少，唔會少。也佢當年用天量跟用天嘅習慣都唔好，所以佢度火災。嗰種頭都唔講用天量啦，嚇同用天嘅方法嘅部分，我哋先講用天量來講。其實而家唔係講太部分都有嗰種，我哋講保險絲，我哋講嗰種跳天嚇。咁即係講用天太快都跳天嘅，那有冇危險咯？其實還有潛在危險性啦。像我哋路卡24年、34年會軌道地面咯，嗰9000度。所以我哋其實會建議提路卡用天嘅天線嘅問題，我哋會改員工，講差唔多20年，其實我哋會建議員工愛換過，以行嘅師傅來檢查看下係咪愛換嘅，我哋建議20年就換一次。對路卡嘅天線問題、安全用天嘅安全問題，都會有保障。即係我哋會。唔同我講。全部換過檢查以後換過，係換全部嘅嚇，還是講換嗰從嗰貼使用嘅部分嘅地方？就全部做一個檢查。嗰時就變成講20年以上嘅路務嘅話，最好係請我哋水電師傅嚟檢查一下天線，有啲天線可能嗰路橋嘅，好換希望係個危險嘅地方。咁天線都講，我哋頭要講用天嘅方法，乜可能用天嘅方法嘛？用天方法其實就我哋最多發現嘅就這種。延長線，馬個都插上去，馬個都插，馬個時間都強卡體嘅用天，也個是最危險嘅。用天兩個高嘅馬插馬體用，天呢嘅個小馬個插用，全部強卡用嘅，也個就最危險嘅。你變成講，幾條我哋講。延長線雖然有按度嘅扛，但是唔係很講，每一啲扛嘅時可以同時用天。有時像我哋講，譬如講吹天扇啦，無論我哋冬天嘅時候開嗰種天然氣，其實個幾十天。可是嗰種有時可能都卡冇按度嘅嗰種插頭，如果用綁一條延長線綁出來，但是個延長線可能如果最危險嘅地方係咪？最危險咪我哋冇發現嗰度問題，嘛係延長線唔冇計全部。放開來，有可能安尼，因為好看就數安尼拗來拗去，拗來安尼個縮起來。唔過安尼最危險，因為伊像安尼水管呢，一樣意思，水管呢我泵水冇可能不會安尼拗起來嘛，因為領水會存於天流一樣嘅意思。天流要是安尼拗嘅，該安尼水來，一樣也天位就存於，佢就會見因來因小，佢地方。凹嘅地方就會少一落。好，剛才其實你看你講我哋當地講，其實我哋平常做嘅個習慣嘅事情，其實係啲幾危險嘅事情。咁拄到我，譬如講我哋天線走火，冇你講我哋有時講看到起火咗，我哋第一件事情係樣啦。第一件真係看到有火出嘅，第一件事就會
通知路卡全部的人，讲火烧屋的驾驶来哦，驾驶来看那是驾驶招哦，也第一件事一定会先通知大家，招的第二件事就会招的安全的地方去报案，安尼保护大家的安全第一点要先做到了。因为头先讲以前起火啊，吼，他们很怕人可以走迄个安全的地方嘛，然后去报案。但是真是干种冇办法，发现挺慢的，火已经出风来。因为我哋常常会看，所以注意到安尼样片都讲，其实火风走风来的时节，我哋边安那，其实因为，譬如讲好了，我哋最多可能看到我哋咧塘下啦，福塘，福塘嘅嗰種地呢都起火咩？其實只火已經風來嘅。你嘛想但是一下子我们属于其实我哋替補用因為見嘅樣片條會佢想佢度講，要麼佢愛問要 party 啦，要愛盲蹲在，要愛變起嘅偏數啦，要冇變起偏數，都得用啦。一個第一點，我先跟大家講嘅就係唔好變嘅設施嘅地方，你冇變偏數地方，冇變嘅偏數地方。你講偏數地方有水嘛？水講係附近地方，火災現場地方，係最有效嘅。其實冇，喺路卡附近，差唔多溫度都有200-300度以上。我哋點啊，水100度會變乜嘅就變空氣，變蒸氣。佢嘅水是無效嘅，你睇浴桶地方有按多水無效。最重要嘅一點係，大部分嘅浴桶嘅門都係塑膠嘅。塑膠嘅會度到溫度100-200度，伊就用起來，係咪就冇門嘅意思嘛？最重要喺附近地方最重要嘅殺素就係鹽就係你鹽就係本為什麼翕地方？所以其實喺浴桶地方係鬼唔好嘅。好，嗰時我哋其實我哋喺網絡上嗰度看到講，發生火警體嘅事情都變喺我哋偏數地方冇，浴桶地方，因為地方有水。嗰時我今日正好同人講，幾時節嘅時節，可能嘅水管地方水全部變成蒸氣嘅，因為200度、100度以上，我哋水都變成蒸氣。你表出來今日天唔叫你天，可能會把難度，但是你等下冇用係以後，一個鹽都入來，其實嗰種嘢係成分鹽沖粉了以後。那變嘅小事嘅，家人方我哋用咯，都得。像人哋最簡單嘅一個方式就唔管唔係1流還是2流，人哋基本上就係行愛變嘅時間就會變出1流，係變出1流，開嘅話就出1流，就出嘅啲地方係最重要。原則上就會往下走，往下逃，也係個原則。除非講係地下室啦，地下室一定最容易，但是一般來講，法如行下面下流啦，下流行嘅話，行到1流就隨意，也是開就隨嘅時間係咁。不過要是做唔到就隨嘅話，其實有一個最簡單嘅方式，你要是喺2流好嘅，打開門，看下有鹽冇，有鹽嘅話。你就該變起來，就將門關起來，變喺一家的房間，變喺一家房間，佢時間就打開嘅窗嘅，報案，你要是看到打開門冇人的話，你就可以行出去，其實冇問題。最重要，你看到有人的話，門關起來，跟人跟當喺鐵路背，開窗嘅門。18人你來嘅計流出去，同時就打電話報案，等下呢消防隊去研究。可是你頭先講法時節，其實唔即係唔講，唔即係唔係講門打開咯，要看到火，火跟人。講係人，可是對你嚟講，其實人個門向係人最重要、最危險。可是同我哋一般人嘅想法冇同，因為我哋可能因為講火災時，火係個最危險嘅，其實。對消防員嚟講嘅話，其實我同講，其實人最危險，係因為可能一下都衝火呢，火翻行過去可能會難到，好冇？但是人衝火以後，你都耐都行唔得。可是你變成講家中有人嘅話，佢哋先把人隔開來，都把門關開來嘅意思啦，嚇。但是冇人嘅話，都需要有熄火，咪可以走下去。
可是就变成讲，嗰種天的度動啊，真係複雜嘅，吼，真係一下走唔出去，吼，冇辦法同其他講，如至少嚟講，天冇變去藥堂嘅，吼，藥堂其實我哋樣片裡邊看到嗰度係其實按你講法唔錯，天嘅話我行下去，因為人係就係對上面走嘛，對喺冇變上嘢，把人都全部騰到上面去，然後如果一走下去，其實我都講嗰種又打開了又人嘅話。你把門關上來，冇法跟住如果有師傅馬家來走出去。嗰種綿人吼，嘅掛子嘅時間，我相信等消防隊員都最辛苦嘅時，因為我哋嗰邊掛子嘅時候，我哋啲消防隊從頭都可以看到出勤嘅一種聲音啦吼。咁對人嚟講嘅話，掛子一般人掛子嘅話，有乜個東西可以等去注意嘅冇？其實就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注意幾多注意嘅事情。有一個口訣，就講。4不2記得，4不2記得。4不2記得。我團啦吼，我體育啲嘛4不，體育講體育路唔好亂接嘅垃圾啦吼。冇亂接鹽事吼，鹽事嘛佢重要吼。還有講唔好隨便不用自拋誒。冇不用自拋誒。2記得係嘛咯？2記得就我記得干呢體色拿歸去，吼，體色拿歸去。還記得干嘅。小金子誒，記得要解滅污了。好，如果一天看到伊燒黑的，然後最好法啦，吼，用嘅我哋講沖牙嘅，比如我哋擺放嘅水，有個化水啊，去淋濕以後，溫度降低，然後走。因為其實有時候吼，我發現到講，有時唔係我哋故意，有時要避啊。人是，叫我哋手機都避一撇嘅地方去啊，記得呢種都好都有嗰種骨爪嘅錯嘅法，如果燒紅來啊，佢嗰時係咪講？我哋其實愛掛紙嘅時候，最好自家帶一罐水去啊。自家要帶水去也是最理想嘅。像人消防隊嘛，喺過年掛紙嘅時間，嘛會嘅年啲掛紙，人哋會發嘅水台係，我睇下伊掛紙嘅時候，拿至少帶一罐水去，因為其實帶一罐水去嘅話，吼，平常拿嘅飯嘛可以用啊，用喺嚟後真係都把人哋燒嘅鹽啦，嗰度吼唔清，可能都貴起嘅話，溫度慢，地方其實溫度慢幾高，嗰時嘅如啲把嘢嘅用水去淋喺度去，安尼咱可以安心嘅去回去落卡。嗰時我作為個消防隊係實在冇簡單，因為其實伊唔單止係救病人。伊嘛愛把自家保養好，因為伊唔單止係自家嘅，伊還係他家嘅。你今日過感謝正好勞動嘅現場，同你分享很多消防員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下聽下嘅現場來運動一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權，今日要教大家係彈力帶健身操。想準備一個彈力帶，可以抱嘅，嘛可以盤嘅。盤嘅呢，你甲磅數甲過強，啊阻力甲過大。抱嘅阻力比較小。啊，剛開始練習的人，像老人家還是肌力冇咁好嘅人，安尼建議了從抱嘅開始了練習咯。準備好嘅嘛？準備好嘅，安尼開始嘅哦。像拿彈力帶，用嘅天來下，好，兩隻腳踭，兩隻手綁好了喲。唔嘅彈力帶唔拉長，你拿好。如果夠長的話，你都可以再捲一圈，安尼，就等下來打開來，合攏來，老人家可以坐蹲做，安尼，可以發入起蹲，訓練嘅平衡感同肌耐力哦。打開來，合攏來。一邊來做10下，要企好來哦，企穩哦。
左片左下，来弯右脚，打口来，下方来。3、4、5、6，要企稳哦。7，好，再来按来臀脚，挺胸来，挺胸来，再放下来，挺高哦。老人家可以坐蹲做唔怕，都是舒放来哦。再来动作，将腿舒放舒侧，好，一只脚软轮，一只手伸出去，伸上去。放上去再放下来，训练你的手臂哦，你手臂的肌力咯。从你手臂伸出，来训练你手臂的肌力。要记得要拿好来哦。做延展，停留。1、2、3、4、5、6、7、8、9、10，放下来，更加弓箭步让出去。好，做一个侧弯、侧身的一个延展。另外一只手可以叉腰，要记得绑好哦。沉沦欣赏，慢慢的走。做停留。慢慢的数过来，左片走下来要往右片，加紧刚的弹力带，让另外片脚，记得你的手要绑好哦。好，第上面伸出。加油哦！加上弓箭步。做一个停留，慢慢的
家来做一个平衡感的训练哦。好，咱轮一只脚，慢慢的，你重心要转移到我的右脚。1、2、3、4、5、6、7、8、9、10，慢慢的放下来，来弯片，你刚刚的重心，来移到你的左脚，好，那右脚，慢慢的移上去，1、2、3、4、5、6、7、8、9、10，放下來，來呼吸，頭都夠嘅哦。用隻腳躝下，好來做一個開合嘅動作，還記得嗎？你可以發再可以試試。記得躝好哦，冇忘到嘅哦。做唔到嘅人，可以坐下來做下動作。做下做片，來彎右腳嘅哦。打開來，合空來，停頓線上慢慢地做。而家來同兩隻腳挺空來，挺空來，放下來。做唔到嘅比較不平穩的，可以坐頓哦。肚時要豎空來哦。我哋嚟揾動作，一隻腳躝，另外就是放上去，3、4、5、6、7、8、9、10，側彎腰，今日動作記得了嗎？慢慢的彈性上做，相信一定做得到哦。好好運動，能合擺，能來了。